如果冇港鐵，香港會變成點？如果香港從來冇港鐵，今日嘅城市樣貌好可能完全唔同。港鐵唔單止係交通工具，而係支撐整個城市運作嘅骨幹。首先，人口分佈會極度集中，喺鐵路返工時間會大幅拉長，大部分人只會住喺靠近市中心嘅地方。新界發展會變得非常困難，新市鎮可能根本唔會出現，人口密度只會集中咗少數區域。第二，道路系統會承受巨大壓力，巴士同私家車將成為主要交通工具。塞車會變成日常，喺高密度城市入邊，單靠道路根本無法支撐大量人口流動，生活效率會大幅下降。第三，樓價同生活成本可能更高，因為可居住範圍縮細，市中心土地競爭更激烈，樓價有機會比而家更誇張。喺港鐵，選擇少，壓力更集中。另外，城市發展會失去規劃彈性，港鐵唔止係載人，仲帶動沿線發展。喺鐵路，政府好難有系統嘅發展新區，城市會變得更加零碎。可以話，港鐵令香港由逼住一堆變成可以分散生活。喺港鐵，香港未必能夠承受今日嘅人口同經濟規模。